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竹县竹北市的东平里，伫个全台湾平均的所得排第5名。当地厝原来贵贵也无俗，也毋过四周边的人行道是年久失修，加上这个树仔紧夹起来，路面嘛悬低无平，住户是真怨气。也有民众讲，今日这个人行道定定去踢到骹，县政府讲听到了，会赶紧来改善。 伫高铁的特区，10几分钟就会使到特区边仔，有交流道，南来北往真方便。这就是全台湾排名第5好嘅竹北东平里，也过有人伫怨叹讲人行道有够烂。这个还行啊，很不平。那一侧是已经修过，这一侧没有修，很不平，走路真的一天到晚踢到。 地砖破几啊孔，悬架阁无平，好行人，尤其是塞轮椅的人真歹行。另外路口的紧一个夹。 地砖嘛无平，住户真正有够艰苦，连人行道都是这款水准，甲这高厝价、高税金比较起来，里面问讲，基本的人行道会使赶紧改善。当然是把它铺好。人行道无平，只好尽量往内底行，边仔有杂草，和里面人讲，这生活品质已经受到严重影响啊。没有盖的他不会做，有盖好的，应该政府要赶快去做。 这个路段，不然就造成凹凸不平。先就损坏比较严重的路段先进行改善。伫黄金地段，也过生活品质却是极低，恐惊就要赶紧改善，才会当互人行路行了会安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